幾黑暗嘅都唔使驚，係啊，因為我哋在場咁多位，相信我哋都感同身受呢一種感覺，俾我哋嘅情緒好好地釋放30秒，所以呢一首歌叫做《情緒30秒》。為昨日某件事情，在今日激動未停，也許知更反應。人情感往往亦太豐盛，思緒亂了，心境沒法子稍作暫停。害怕突發地動情，受傷後心路歷程也勁，悠然作聲，如漩渦永遠沒法安靜，忘形或者適應到一並，來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連情緒都可給佔據，仍難放得開所有離愁，必須成為累贅，或如水戀前後再追。原來乾脆亦是一種面對。I do care， 讓時間傷口中撤退，為求半分鐘不要延長下去，在下秒鐘即刻是停下眼淚。渡過着各樣劇情，或收穫一份共鳴最好，也能珍惜。好比怒海會破着了歌詠，仍全力想傾聽這衝擊，常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但是最多可給佔據，幾多必須苦水，有時候也想擊退，寂靜是難應對，寂寞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而在幸福可以自取，平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去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而常常出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，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裡。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情緒嘅出口。